恭喜你，离梦想又近了一步。谢谢你。只要你想翱翔，我和公司会随时为你提供翅膀。今天你也算是达成所愿了，但我一直有一个愿望，还没有达成。没有达成的心愿，他该不会表白吧？阿田，我刚刚是在期待他表白。你喜欢玫瑰花？哪有女孩子不喜欢？您好，这是这位先生送给您的花。满天星，送我的？怎么，阿田你不喜欢满天星啊？可这应该是配花吧？没有啊，只是觉得刘总的品味一直都那么独特。阿田，你知道满天星的花语是什么吗？为了你，我甘愿做。这是你亲手做的呀？也不是什么贵重礼物，但是是灵堂。